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怜悯人，学像耶稣那颗怜悯的心；爱人，像神那样爱你。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不愿意舍弃。福音遍传是神托付的使命，只是时间越来越近，心疼百姓人陷在罪里，别再等待，尽心尽力，为主夺得灵魂好吗？怜悯的心将你融化，想到困苦世上的羊，需要你为他包裹疗伤，为主再多的灵魂吧，他在等待世人回家，已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为主多的灵魂好吗？怜悯的心将你融化，想到困苦世上的羊，需要你为他包裹疗伤，为主再多的灵魂吧，他在等待世人回家，已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已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怜悯人，学像耶稣那颗怜悯的心；爱人，像神那样爱你。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不愿意舍弃。怜悯人，学像耶稣那颗怜悯的心；爱人，像神那样爱你。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不愿意舍弃。福音遍传是神托付的使命。Michael Test。
悯人，学像耶稣那颗怜悯的心，爱人像神那样爱你。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不愿意舍弃。怜悯人，学像耶稣那颗怜悯的心，爱人像神那样爱你。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不愿意舍弃。福音遍传是神托付的使命，只是时间越来越近，心疼百姓仍陷在罪里，别再等待，尽心尽力，为主夺得灵魂好吗？怜悯的心将你融化，想到困苦世上的羊，需要你为他包裹疗伤。为主再多的灵魂吧，他在等待世人回家，已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学像耶稣那颗怜悯的心，爱人像神那样爱你。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不愿意舍弃。福音遍传是神托付的使命，只是时间越来越近，心疼百姓仍陷在罪里，别再等待，尽心尽力，为主夺得灵魂好吗？怜悯的心将你融化，想到困苦世上的羊，需要你为他包裹疗伤。为主再多的灵魂吧，他在等待世人回家，已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为主夺得灵魂好吗？怜悯的心将你融化，想到困苦世上的羊，需要你为他包裹疗伤。为主再多的灵魂吧，他在等待世人回家，已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平安咱三甲来唱歌，学到上帝。
12节。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按耳通听我的恳求。我若目屎，求你唔通无出声。我是我你的主啊，甲我的祖上快是也有的。咱做伙来感谢，甲面水的祈祷，感谢我们上主，伊是咱的主，伊是万王的王，伊是万主的主，伊是独行其事的主，伊是创造万物公义主的主。咱若要来到伊的面前，照着主耶稣的保护，咱伫主的上帝面前悔改归正，来敬畏上帝。咱做伙去开声来祈祷。感谢，阮会当有开始来到主你的面前，拢是你给我的恩典。阮安尼献上感谢，因为你创造阮，你也引带阮头前的路。阮也将阮即礼拜所犯的罪，摆在伫主你的面前，就主耶稣的保护来洗清，换新阮的心，换新阮的灵，互阮对思想，对所做，对人的仁爱，拢会当完全合乎。上主你的教示，你的旨，阮无最无够格的所在，求主来饱满。阮安尼感谢祈祷，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继续来做伊的祈祷，咱邀请主耶稣成做咱的灵的主、思想的主、情感的主、意志的主、身躯的主，将咱的烦恼一尽拢交倒伫主的手中，咱。还手伫咱所病痛的所在，还是还手伫咱的心来用主来祈祷，主会当赦免咱，会当赦免伤害咱的人，会当互咱有饶恕的心，有释放的心。咱做伙开声来祈祷。拍开，互阮的心灵拢得到养壮，互阮的肉体会当伫主你的内面得到开阔。阮也特别为着阮中间有身躯病痛的人，仰望伫主你的手中，特别伫即个寒冷的天气，阮的我们的肺，还有我们的心脏，还有我们的行动，拢觉得会受到阻碍，但是主，阮知，你引带阮，你看顾阮，亲像照顾你目睭中的同仁，阮将阮的身躯病痛，拢仰望伫主你的手中，也求主特别含阮的肢体，含伊同在，帮助阮伫每天的祈祷中常常来为因纪念，因为主你听义人的祈祷，你也听正人同心合意的祈祷。阮安尼感谢祈祷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继续来为着主日守望。咱今仔日是那个客家总会的请安报告代祷，咱特别为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有圣神含咱三角地地，互咱无论是台语、华语、客家语，咱有共款的心、共款的心，领受对上帝来的引带。咱第一点为着客家总会今仔日的请安报告，求上帝赐福伫客家地区的宣教事工，特别是客家地区因的心，因对祖先的那个执着，使他们的传福音比较的困难，咱爱特别来为客家事工的宣教事工来祈祷。第二，咱为着咱全教会5月17到18，退休会祈祷求主赐福咱
开阔咱的境界，每一个家人拢会当搁较甲主相连，求主赏赐我咱不管是在各样的配套措施，是咱的经济方面，是咱的时间方面，拢补足我们的不足，使我们能够全教会同心合意地这2天1夜的退休会，咱会当伫遮做伙来领受上主要收赐互咱的福气，咱同心开声来祈祷。将今仔日的礼拜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帮助阮常常伫祈祷中来纪念客家的宣教，求主和民三甲弟弟特别伫客家宣教内面着我的遮的宣教师，遮的传福音的人，主你和民三甲弟弟驱除一切魔鬼撒旦的阻拦，使他们每传福音是能够撒在好土上，能够结实100倍。阮也为着5月17、18全教会退休会祈祷，求主帮助阮，赏赐阮有好的时间，有好的经济开力，有同心合意的灵，伫遐来做伙来调见主。阮安尼感谢祈祷上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上倒要为着华语区来祈祷，区长是翠芬长老，小组长是雅琴、家珍甲金流老师，由上帝赏赐圣神的开力智慧，互区长甲3个小组长有方法创意，会当突破困难。牧养小组由圣神感动组员欢喜参与小组，接受装备起来服侍，由上帝保守每一个组员，会当敬畏上帝的心，遵行上帝的话，做伙来承受祝福。咱同心来为华语区来祈祷。阮伫听的爸，阮安尼献上感谢。你赏赐阮有台语牧区、有华语牧区，特别是华语牧区，当因伫第2场要做礼拜时，因有当时嘛着爱伫第1场来服侍、来献诗，求主你赏赐因开力，互因每一个人拢欢喜参加小组，求主你特别赏赐区长甲小组长，互因的教育的开力，特别是真侪较新的组员，求主你赏赐合一的心，互因借着因为各样的机会，能够更加的认识，更加的一起来成长。好，我咱感谢祈祷上好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上倒要用主甲是咱的基督文三角来祈祷。我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你的亲像伫天里，愿日时今仔日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犯的人，无得带阮入去，就叫阮犯迄个害。因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上主伫伊的圣殿，全地伫伊的面前拢着肃静。上帝是神，
敬拜伊的人，就用心灵甲真情敬拜。咱三甲来吟诗，圣诗31首，天父听咱世间众人，请起立来吟全首。咱三甲来祈祷，慈悲疼痛、至悬至圣的主阿爸爸上帝，我们要大声感谢阿罗你，你时时刻刻看顾保护你的正儿女，伫即个假消息世界流传、诈骗满满市的社会中间，互阮的性命有底伫，有你通倚靠。因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你话来行。会当看清歹人的计谋，减少济济受骗损失的机会。就好像俗语所讲的“树头徛好栽，毋惊树尾做风台”同款，会当安然生活。我要感谢有你无煞。总是我嘛要伫你的面前向你来认罪。虽然你时时刻刻保护看顾，毋过因为阮有当时硬心，有当时软正。无照你的话来行，反倒行家己的路，失角擦，犯了罪，至到损害主的名，嘛互人绊倒。恳求主上帝洗除阮的罪过，擦消阮一切罪恶，
嘛恳求主你赏赐阮信搁忠心的心灵，互阮会当大声来称赞你的拯救。主上帝，你知最近台湾立法院混乱的结果，致到国家真侪政策无法度正常运作，扰乱社会安定，互侪侪百姓真愤慨看袂落去。恳求主上帝彰显你的公义，紧紧会当恢复正常的处事，互台湾继续往前来迈进，嘛互众百姓会当清楚了解。民主制度毋是路边凊凊彩彩捡会到的，反倒党就爱好好啊来珍惜，尽力来维护。无论伫啥物所在，倒一个群族的人，拢是你所创造的。你望因每一个拢会当归向主，恳求主上帝赐福互客家宣教中会的所有牧者同工，有气力、有智慧。来牧养客家地区的兄弟，嘛补足所需要的经费，继续开拓客家地区的教会，互也未认捌主的人会当早一日平平得福音，得到救赎。阿爸爸上帝，伫新的一年，也就是迦南教会设教60周年，愿感谢主上帝过去带领伫所位的牧者甲侪前辈的努力的下面。教会有现主时的规模，愿献上大大的感谢。我嘛恳求主上帝，伫继续来引带教会头前的脚步，互教会会当成做即个地区居民福音的家，同地区福音的灯塔，互更较侪人的性命会当得到救赎。教会嘛因为安尼有安排各种无共的活动甲装备的课程，有轻巧趣味的，有挑战的。有基础的，嘛有正级的。恳求天父上帝来感动、鼓励众会友兄弟忠执同工，花出家己属世的苦仔，踊跃来参加接受操练，扩展达人的境界，亲身来经历见证，为主做工食袂空的丰盛恩典。阿爸爸上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寒冷。温度相差真济，我也恳求主上帝，你来保守看顾阮每一位兄弟大细，拢有健康的身心灵，每一日嘛有好的灵修生活，甲主建立好的关系。愿将以上的祈祷摆在你的面前，愿所祈祷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愿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主你名。请坐。这时要来教读启恩文，启恩文第59，也就是罗马书第10章。启恩文59，罗马书第10章。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互伊对世人中国我，就会得到救。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会得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救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都无信伊，哪会求救伊？拢无听到，哪会信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业偌尔啊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盼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毋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只是要请大利区来献诗，所献的诗歌是我要爱慕你。
我要爱慕你。爱慕。这是来恭读上帝话，圣经记载是旧约创世纪11章第1节到第9节，创世纪11章第1节到第9节。11章第1节，迄时天的腔口甲语言拢共款。因东边迁徙的时，伫西那地发现一片平原，就伫遐徛起。因互相参详讲，来，咱着来做砖仔烧糊头。因就用砖仔代替石头，用担仔架代替沙土。因阁讲，来，咱着来起城造塔，塔顶通天，互咱出名，才免咱四散伫全地。上主落来要看世间人起造的城甲塔。上主讲，看咧。因是共一个民族，讲上一个语言。但因已经开始做即个事，以后因要做的，拢袂当甲因阻挡。来，咱落来去，拍乱因的语言，互因的话袂相通。上主就互因对遐分散伫全地，
因就停工，无去迄座城，所以迄个城叫做巴别，因为上主伫遐拍乱天的语言，佮对遐互人分散伫全地。以上，即时要请埔心教会刘永琪牧师来讲道。伊今仔是代表客家宣教中会来请安。所讲的题目是四线伫全地，四线伫全地。陈牧师兄姊妹平安。伫讲道进前，咱搁一摆压头来祈祷。感谢听我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轻阮来到你的面前敬拜学罗你。求主你即时用你的圣神充满阮，启示阮，感动阮，互阮会当明白你话语的奥妙。安祈祷，恳求感谢，奉主耶稣名来求，阿门。前一阵仔，我甲几啊位同工伫开讲的时，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听讲某一个中会有一间教会开拓失败，即马伫要关门啊！这互我想到过去的经验中，较常听到是其他教派有开拓教会人数增长的消息。咱长老会哪亲像较少听到这个故事，莫怪最近足侪长老教会拢走去其他的教派学习一寡教会的成长策略。其实我过去嘛是安尼，伫读圣学院的时阵，嘛对这个代志非常有兴趣。我成长的教会内底有足侪的长老是支持灵恩的。阮爸爸嘛是其中的一个，所以自细汉我就接触到足侪无共款的教派，参加过足侪无共款的聚会，有去过林良堂神道会。阮弟弟嘛捌伫新生命小组教会聚会过一阵仔，阮家的客厅开放，诚做因聚会的场所。嘛安尼对敬拜俄罗小组教会等等，我嘛足熟悉。嘛认为安尼是教会成长上好的方法。伫圣学院实习的时阵，我去到一间在做小组的长老教会。迄间教会的牧师对我分享，伊会选择做小组，是因为咱长老教会体制足歹运行超过200人的教会。伫超过200人的教会，要使用教会代议制度，真歹来运作。人多意见多，事工常常变恶伫进行。安尼看起来，要突破200人，就一定爱来推动小组。但是小组教会哪亲像嘛有无法度过去的坎站，就是2000人。我捌到一间4000多人的教会接受训练，因的牧师分享。伫台湾，无论是倒一间大型的教会，拢足歹突破2000人。因为当一间教会人数达到2000人左右的时阵，教会人数出入达到平衡，所以开始思考要安怎互信徒袂阁流失。伊落尾得到答案，就是教育。深化信徒培育的课程是突破2000人的关键。嘛，因为安尼，因将教会所有信徒的课程拢交予区牧以上的同工来负责，教会真正不断成长，直到5000人个重点啊！即届的重点，互我思考足久的。兼无法度有一种方法会当互教会不断成长吗？有可能恁想讲我想受罪啊？因为咱长老教会离1000人还阁足远的，想到5000人去。但是我想，若是拄开始方向就毋对，安尼无论安怎拍拼努力，拢无法度达到终点。这伫我重新读创世纪的时阵，找到答案。巴比塔，有人讲伊是古早英雄能力所起造的关塔，伫大水了后。
人来到一片宽阔的草坡，伫遐徛起，灌压种田，建立城邦。有一天，即群人开始参详，来啊，咱来做庄烧互伊头。所以因开始用砖头来起造，搁用石油代替灰土。因讲来啊，咱来起一个城甲塔的顶面拄天，为咱立一个名，免伫咱四散伫全地。即啲人起遐尼悬的塔是为着啥物？大水了后，上帝已经甲人约定好势，袂阁用大水来毁灭人类。安尼因起遐悬的塔，应该毋是在惊大水会阁发生着无？过去足侪史学家拢在想，因一定是国犯罪啊，犯古早伫埃甸乐园内底的罪恶，就是想要变成甲上帝同款。因为因所讲的话，已经将因所犯的罪表明清楚，为咱立一个名。因想要起一个关塔，掠做安尼会当赢过上帝。但是检真正是安尼，才拄发生大水尔呢？哪会子孙那尼紧就甲即个历史放袂记伫离开上帝呢？芝加哥惠顿神学院的约翰教授发表一篇文章，伊对希伯来圣经甲古早文化的研究，有可能大大改变咱对这段经文的看法。第一，约翰教授发现，巴别塔其实是一个庙塔，而且这个塔并毋是甲金字塔同款，顶面是尖尖的。伊对古早的文化发现，这个塔的顶面是平，而且会伫顶面进行一寡宗教活动。若是巴别塔是安尼，是即款的庙塔，安尼伊的功能就毋是要互人住。嘛，毋是啥物办公大楼，阁毋是互地位提升甲上帝争锋的成团。即个庙塔的功能颠倒是功能拄啊好是颠倒的，是迎旨神明，是生命下凡的骹踏椅，是敬拜上帝的所在。安尼，即个巴别塔坐落伫即个巴比伦平原，是一个农业的大城市。五谷丰登，社稷安宁，人民生活富足。伫当时阵，若是要互神明足有民主的，想要表现一个城市的守护神明的法力有变，一定爱起一个关塔，互所有边仔的人看见因的宗教活动、祭祀活动。互遐个民族看见因进行的态度，才会互因的名互人记会牢。因已经成功啊，但是因还未满足，因想要搁较丰盛，想要献上搁较好的来交我搁较侪祝福，交我永生的祝福。所以咱会当想象，即个巴别塔其实是一个开几啊亿所起造的礼拜堂。是伫巨蛋所举行的复兴特会，伊是足侪人所形成几啊万人聚会的 mega church。所以巴别塔所犯的罪，并毋是为咱立一个名，搁较是免伫咱四散伫全地。因无愿意遵照上帝伫创世纪的呼召。遍满全世界。最后，这个迎旨神明下凡的关塔，确实嘛去因上帝落来啊。圣经描写上主降临，要看世间人所起的城甲塔，但是结局并毋是亲像因所想象的，因为上帝讲。看遮的百姓拢合意语言共款，现今所做的起手做这项事，以后因要做的无一项为禁止。来啊，咱落去拍乱因的口音，互因的语言大家袂相通。上帝点出因的问题，因合意，因组织，因无爱分散，
拄开始有可能看袂出问题伫倒位，但是时间若久，这合意的力量会过头强大，互人败坏、为所欲为。所以上帝变乱因的口音，互因停止工程，互因四散伫全地上。1968年，美国有一个动物的行为学家，伊用鸟鼠仔做一个实验，伊做一个足大的仓库，内底起足大的鸭仔。这个鸭仔分做16个新型的区域，每一个区域拢有配自动饮水机、自动食物机，还佫有鸟鼠仔的厝，而且佫装冷气，甲温度控制伫鸟鼠仔上适合的温度，佫派人24小时看守，互鸟鼠仔甲互遐猫仔甲蛇无法度去偷食鸟鼠仔。因尽一切的方法，提供鸟鼠仔上好的环境。实验开始，因放四个公的、4个母的鸟鼠仔去一个仓库内底。鸟鼠仔过亲像伫天堂的生活。因认为，照鸟鼠仔生囡仔的速度，这个仓库足紧会达到生活的极限。实验进行10个月了后，鸟鼠仔数量达到620只左右，开始发现因生囡仔的速度降低啊，而且佫出现一寡足奇怪的行为。那亲像讲，母的鸟鼠仔甲细的鸟鼠仔生出来，等于长年进前就甲伊弹掉。实验到600天左右。鸟鼠仔数量达到上悬，拢总有2200只，比因所期待的4000只减一半。而且佫发现奇怪的行为增加，母的鸟鼠仔攻击的行为增加，而且遐个较无地位的公的鸟鼠仔变做足消极的，常常一只鸟鼠仔匿伫角落。佫出现一个佫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有鸟鼠仔得到不孕症。对于600天了后，鸟鼠仔的数量就哪亲像无增加。实验来到1500天左右，鸟鼠仔的性别界限开始模糊，因会伫发情的时对任何一只鸟鼠仔求偶，若失败就甲因攻击。无偌久，最后一只公的鸟鼠仔死了后，规个实验完全结束。这个鸟鼠仔天堂灭亡啊！这虽然是用鸟鼠仔做的实验，但是互研究者有足大的提醒，特别是族群数量所造成的压力的提醒。虽然科学家认为鸟鼠仔的数量上最会当达到4000只。但是过度集中的生活空间会造成动物本能性的压制，数量的提升，落尾会达到死亡。安尼看起来，要互一个族群健康的发展，需要的并不是提供较好、较舒适的环境，嘛毋是鼓励因拍拼生囡仔，是爱分散。降低族群的味道，这就是甲创世纪所启示的真理完全同款。创世纪第1章，上帝对人讲：，着生团真多，充满伫地上来较赢伊。但是足侪今仔日的教会掠做重点是要伫生团真多这个顶面，开始鼓励拍拼生囡仔。通过各种无同款教会成长的技巧来回应这个呼召，但是创世纪的重点其实并不是伫生团真多顶面，是伫充满伫地上。那亲像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人起造巴别塔所出现的问题，并不是无愿意生，是无愿意试线。
接伫巴别塔故事后壁的故事是啥物？是阿伯拉罕。阿伯拉罕因某未生，毋是无愿意生，伊是想要生嘛生袂出来。直到因回应上帝四线的呼召了后，才得到应允的囝以撒。那安尼看起来，生团真侪是爱建立伫四线的基础顶面。安尼口音的变乱，并毋是一种咒詛，是祝福。那亲像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时共款。上帝予每一个人讲出无共款的方言，目的是去普天的传福音予万百姓。阮客家宣教中会嘛真拍拼回应即个四线的呼召。对1980年开始，有一群牧者真关心客家宣教的事工。伫因不断努力拍拼，总算伫台湾长老教会总会下成立一个客家宣教委员会，对安尼来推动全台湾的客家宣教事工。但是咱长老教会的体制精神是中会中心，嘛应该爱用中会来成做宣教的主体。所以伫足侪牧者的呼吁甲拍拼努力下，进行装备、举办研讨会、说明会等等，总算伫2000年的时阵，有13间教会愿意回应呼召，对圣德中会分出客家中会。但是迄个时阵还无达到15间教会的门槛，所以先成立客家区会。四线真正无容易。因为中会愈大，资源愈多，人嘛愈多，困难嘛愈大。若是搁团结，就亲像创世纪11章60所讲的，因所要做的无一项违禁止。回应离开本族、本地老爸的个呼召，就是遐尔啊困难。安尼看起来，愿意分开。无共款文化、无共款语言的人传福音，若毋是圣神的感动，根本讲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人愈多敬拜上帝，气氛愈好；人愈多办的活动愈大，看起来愈成功，愈容易互人记得伊的名。但是迄个时阵，客家的区会却愿意行一条无共款的路，拄啊好着回应。上帝伫创世纪的呼召，开始见证四线所带来的生团真多。2002年5月，刘凤元牧师开拓嘉运教会，而且伫2004年5月成吉同会。过来就是2004年9月份，彭荣光牧师开拓六家教会，而且伫2006年9月成吉同会。过来就是2007年的时阵，达到这15间教会的门槛，客家区会升级成做客家宣教中会。这种分线毋是结束，是生团的开始尔。2007年9月份，张世昌牧师开拓三峡教会，而且伫2010年的是9月成吉同会。2009年9月份，陈建上牧师开拓关东桥教会，而且伫2014年正月成吉同会。过来是2013年10月份，由徐亚书牧师开拓德胜教会，嘛伫2021年的11月份成吉同会。过来就是有一间爱加贝明光福音中心，是林信道牧师独立开拓，找中会来接手，互咱阮客家中会接手。过来是2016年9月份开拓一间平安镇教会。虽然这间平安镇教会目前还阁是聚会，但是已经达到选举长老甲执事的门槛，选出第一届的长老甲执事。顶面这教会拢是算阮客家中会的中会来开拓的教会，因为回应四线的呼召，阮客家宣教中会成做长老教会来少数成长
继续拍拼开拓教会的重会，平均是3年一间。因为生态真多是要建立伫四线的基础顶面。感谢上帝，旧年阮客家中会阁开拓一间教会——穹南教会，这是互阮中会内足欢喜的代志，是第一届有母会做主体去开拓教会，是母会开拓的先锋。若是这种方法成功，一定会刺激阮中会内其他较大间的教会愿意用因来做主体，继续来开拓教会，来回应这种充满着全地生态真多的呼召。今仔日我是代表客家宣教中会，甲各位兄弟姊妹来分享上帝的话，期盼咱拢是基督耶稣的肢体，会当通过无共款的方式来回应这种上帝的呼召。无论是通过祈祷、通过奉献，或是家己去甲亲朋好友来传福音，或是真正去实际上参与开拓教会的行动，爱会记得上帝捌对咱讲，着生态真多充满伫地上来较赢伊。虽然每一个概念拢足重要的，但是处事莫用颠倒，莫犯巴别塔无愿意分散的错误。咱爱亲像亚伯拉罕回应四线的呼召，才会领受生态真多的祝福。爱亲像《使徒行传》中领受讲方言的文士，是爱咱行出教会，将福音传到地极。愿圣神的大风在吹，亲像火的子烧伫大人的顶面，使咱口才，使互咱讲方言的文士，嘛使互咱信心甲气力，将咱分散伫地上。咱做伙来祈祷。主耶稣，你真正足疼阮的，伊赦免阮的罪。互阮食做你的囝儿，哈尼大的疼叹，求主你帮助阮，互阮嘛愿意分享互人，来回应你的呼召，将福音传到地极。赏赐阮文士，赏赐阮大人无共款的气力，会当通过无共款的方式来参与伫即个传福音的事工，互阮会当甲主你做伙来同工，来看见主你的应允实现伫地上。安尼祈祷恳求感谢，奉主耶稣名来求，阿门。这是来吟回应的圣诗，圣诗533首，圣诗533首。我真爱讲这故事，请起立来吟全首。你
请坐。这是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记日。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伫你的保守甲看顾，互阮通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学乐你。这是阮献上阮的时间、才能、金钱，做你成功的路用。阮安尼祈祷，拢是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这时请陈牧师来做消息的报告。大家平安。咱今日有一位新来的兄弟哦，是这个黄素英姊妹所邀请的姊妹，叫做林小燕姐妹哦。伫咱的中间，请小燕姐妹站起来，咱拍拍来欢迎。这个小燕姐伊嘛有参加伫咱这个日语小组周间的日语小组，所以咱会当伫周间咱有这个松年大学的这个日文班，咱嘛有这个日语教会伫咱桃园教会，的这个日语的小组，嘛会当邀请咱大家对日语有兴趣的兄弟来参与。今日咱台二区台语礼拜第一区的这个兄弟伊嘛用日语来献诗咱原来嘛拍破来感谢因伫遮的服侍好，大先咱来感谢，就是咱今日是客家中会的宣教中会的奉献主日特别咱客家这个客宣客家宣教委员会来派客家宣教委员会的主委就是刘永琪牧师伫咱的中间。这个刘永琪牧师伊也是这个赖德清牧师是咱客宣的这个干事赖德清牧师的女婿这个赖牧师的先生是叶茂竹叶茂竹就是叶惠美的弟弟所以就是刘牧师的岳父是这个陈模的阿姑啦，介绍足长的，所以咱原来即马刘牧师伫这个保新教会的牧会咱搁一摆拍破来感谢伊阮中会有准备一个那个客家的布要送给家人教会，这里当圣餐来用
咱中间有客人无？吼，是客家人的请举手。吼，咱来咱看一下吼，咱中间吼嘛真侪客人啊，会晓讲客话无？会晓讲客话，请举手。会讲客家话的，感谢主啊。好，安之生吼，安之生是啥物意思？多谢啦，好，多谢。好，所以咱这个语言是上帝所创造的，咱就要好好来学习各种的语言，用这个语言来传福音啦。好，第二项要报告的就是咱这个宗教改革，咱已经有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德国行程伫昨晚举行这个第一梯次的说明会，咱目前是有14位要报名参加，已经确定成团。咱也有第二团甲第三团，不过就是讲将这个说明会，有真清楚来分享嘛有这个，互咱对这个行程真侪介绍，所以这个旅行社耶路撒冷旅行社，是讲鼓励咱，若是有要参加第一梯次的，原来会当来报名参加，游玩会当用这个早鸟价的优惠互咱啦。另外就是讲，因为这个乌俄战争咱有看新闻加这个川普总统对这个乌俄战争伊要短期就要紧互伊来结束。所以等这个乌俄战争结束了后，这个欧元会起来了。会起，即马欧元较低接近美金所以等这个战争煞以后，这个欧元就会开始个起哩。所以咱即马去欧洲算是比较便宜的时刻所以咱若有兴趣咧，咱的第二团甲第三团咱原来会当鼓励兄弟来报名参加因为今年是迦南教会几周年。60周年宣教路所以过去这个福音对欧洲宣教来到伫台湾咱即马对台湾嘛有机会当宣教去行这条宣教的路去到伫欧洲。咱伫这个3月初2礼拜有今年第2次的信礼典，咱信礼典若要报名洗礼，伫今日爱10指来报名。另外，咱是伫总务有来安排一年一摆大扫除伫咱周报的第3页，有这个各区分配的楼层时间是对3月初1开始到3月30。所以咱也从可长伫这个牧养定期会中间，有甲遮的区长、组长、小组长来报告，咱当安排小组的时间，来协调，大家做伙来摒扫咱的教会，互咱教会愈清气，安尼好唔好？好，感谢主。咱今年2月8是1947年是78周年78周年2月8咱今年2月26后礼拜这个拜三个落去迄个拜三咱的祈祷会中间有邀请铭文的姐姐这个黄慧君伊是这个留法的这个社会学博士伊要来分享这个2月8世代民主的追吹伊通过伊研究20几年对这个2月8真过去20几年前要研究2月8原来资料真少总是即马20几年过来以后咱当看到228研究愈来愈多对这个故事对这个历史嘛愈来愈多这个曝光嘛互咱知影讲这个民主真正是真无简单所以咱知影伫迄个看到遐过去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这个公义没有和平的这个时代咱就要好好来珍惜唔通行这个回头路所以邀请咱大家当2月26做伙来参与咱的协会伫来这个拜喜2月20号就要庆祝20岁的20周年的庆祝拄好是2月20号所以20年前的2月20号咱的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来正式来成立大会今年咱是把这个20周年的一个机会咱有发这个邀请卡互咱的桃园市市长还有咱的社会局的局长、民政局的局长还有发互咱伫桃园区的立委甲议员目前有收到有几位会来参加，甲咱做伙来庆祝。然后咱嘛邀请咱伫即个据点遮的兄弟德福的学员做伙来参加。咱嘛欢迎，咱是生命教育协会会员，请举手一个好无？你是会员的。
好，多谢好，请放合，好，咱顶礼拜有78个会员来出席了，好，咱嘛邀请咱做伙来关心，好，来参与伫即个性命教育协会，好，20周年的庆祝，好，当做伙来到老热闹，嘛，互这20年来，好所努力的，好，会当有一个真好的成果来展现。好，这个 schedule 呢，详细安排呢，咱的周报的第9页，好，嘛有写到这个内容的部分啊，好，买当注意来看。好，咱是10点开始，好，2月20号礼拜四，好10点来开始啊。好，伫咱隔壁33号2楼的所在，好，也袂当参加，咱嘛为着这个来关心甲带导。好，另外咱的这个协会，好，的入会，好是到4月30号。今年咱也原要继续参加协会的，好入会的期限，好是到4月30，好啊，所以咱4月30号要参加哈，就要等到明年的1月1号，好，所以咱好啊邀请咱大家当继续来参与。咱除了这个协会，好啊，还有就是咱的志工队，好嘛，真期待大家做伙来参加。啊，最后啊，过来就是咱的嘉南教会，吼60周年全教会的退休会啊，好目前有83个人已经完成报名啊，好，咱的目标是300个啊，好300个，好，所以咱们大概还有1个月的报名的期间啊，好啊，咱当然啊要考虑到讲一寡好专家要报名，吼。一届就要参加，好就要交15000块吼，好，这个收费真悬，好，所以咱原来好会通过这个筹备小组，好继续来参考，好来规划，会当互咱鼓励咱的这青年学生，好是对这经济较有困难的兄弟啊，好要哪来报名甲参加。咱这个行程，好是5月17拜六，好咱要去这个台中的都会公园，好，都会公园，好，这是一个台中市，好，真正是上大啦，好，啊，即马好，原来是伫大肚山上，好，一个真水的公园。然后咱就下晡要去伫即个中孝路教会啊，好，因拄起一个2亿外的一个礼拜堂啊，咱除了去遐来参观，哈，中孝路教会的牧师，好，甲因的团队，好，啊，主任牧师、青年牧师，好，甲儿童牧师，好，买当慢慢甲咱做伙来分享即个专题啊，好，伫中孝路教会。然后迄暝咱就要去到伫古坑啊，云林古坑，好，即个中华大学即个什么会馆，好，翠华会馆，好，翠华会馆，好，底下好，迄是一个有50甲，好，50甲占地，好，真快一个会馆啊，好，伫迄个所在，好，行一人潮爱行1点钟啊，好，占地真快，好，所以咱底下有2天一暝退休会。礼拜5月18号转来呢，好，咱会经过即个鹿港，好，要去到即个鹿港，啊，咱礼拜日做礼拜，然后咱就要去到伫即个鹿港，好，去即个鹿港来参观，好，啊，然后再转到伫桃园，好，所以即个收费呢，2人房是1人3300，好，啊，4人房是1人3600，好，所以咱啊，期待咱大家会当好做伙来报名甲参加。啊，这个2人房是4300啦，好，4人房是3300甲3600安尼。好，啊，咱伫3月开始，好，有咱今年的装备的课程，好，顶半年咱有开这个 A1 甲 A2 的课程啊。好，咱伫周备共款第9页的所在，好，有这个 schedule， 好，咱 A1 课程嘛邀请咱这个同工啊，好，做伙来上啊，好，啊来分担这个牧师的工课。咱若是学生呢，也是咱的囝，也是孙，吼，是学生，吼，当鼓励因来报名这个生日助学金，吼，的这个申请啊，吼，伫这个出席甲伊伫学校的成绩，吼，当用这个写这个申请书，吼，到3月23号来截止。另外，咱伫今年暑假，吼，这个短宣队，吼，目前是咧集结伫小港，吼，就是高雄机场边有一个汉民教会，好，咱是征求10到15名的这青年，好，会当来参与伫今年这个短宣队，好，报名是到3月30号来截止。好，另外咱伫3月7日，好，过2礼拜以后，好，伫咱这个所在礼拜堂，好，要来举行新德中会妇女事工部的这个世界公道日。好，过去这个世界公道日呢是大概拢有200位到250位啊，这中会各教会妇女来参加。好，所以今年原是有真多啊。好，咱今年好咱是这个
处于长老是这个妇女事工部的副部长啦，好所以这个妇女事工部好嘛是要来咱的迦南教会来遮来聚会啊，好所以嘛欢迎咱的兄弟好嘛当较侪出来做交代也好，参加也好，好所以咱若要参加的，请咱伫1楼的公布栏好底下来登记好来报名。另外春美节好，咱顶礼拜有报告，伫顶礼拜六。好，以受主文调，好来，即个拜四，咱要来伫教会7楼举行，好，即个家庭安慰礼拜，来即个拜六，好，要伫即个殡仪馆下晡1点，要伫教会来举行告别式，好，咱也为着春美节，好，甲伊的遗族，好，即个松山甲泰山的家庭啊，好，继续来关心，好，来为因来代祷甲祝福，好，咱牧师还有一项要补充是啥物？环岛之旅，好对，是的，环岛之旅啊，咱目前已经有满一台车，好第一批出的，好，所以咱若原来要报名，今日是最后一日啦，伫咱周报的第8页，好，咱是伫4月、好6月、甲9月，好，咱会安排这个环岛的行程啊，好4天3夜。好4天3夜，好咱这个费用拢伫顶悬啦，好咱会当做伙出来，好看无共款的教会，好看神学院，好然后会当伫这个中间，好咱会当，互咱搁较有这个为主来宣教的这个热心啊，好甲这个热情，好所以咱若要参与的兄弟姊妹，好咱当把第一梯次的，好伫4月初7要出发。好，咱伫今日好最后一日报名，好要参加6月甲9月，好咱买当来邀请，好咱的小组也是厝内底人，好做伙来报名。好，咱即个时阵，咱请咱做伙来读今日的经句啊。今日经句是《使徒行传》第2章第40，请咱做伙用台语来读2摆。因拢受信心充满，照信心互因的灾临，开始讲别种语言。《使徒行传》第2章第40，好，搁一摆。因拢受信心充满，照信心互因的灾临，开始讲别种语言。《使徒行传》第2章第。搁牧师搁补充一项，吼，就是咱的即个灵修笔记啊，好，明仔载就是今日是第49天啊，好，明天就是第50天啊，好，牧师有看到咱真侪小组，也是真侪兄弟啊，真认真，吼，有在读圣经，吼，虽然1月2月读这利未记，好，较困难，好，民数记，好，也比较有一些难懂的地方。好，但是咱同个好每一天的灵修，好写笔记，好甲祈祷，好相信信心会甲咱三个同在啊。好，所以甲咱隔壁兄弟甲讲，好灵修笔记，好，让我们每天重新得力。灵修笔记，让我们每一天重新得力。好，搁甲讲，好，明仔载开始好好来读圣经，明仔载开始好好来读圣经。好，以上。这是来吟祝福诗歌，圣诗400首，愿主恁爱甲你同在。吟诗煞，请老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我
主赐福本你，报复你；愿上主用慈爱款待你，施恩本你；愿上主看顾你，送赐你平安。阿门。阿门。